眾所周知，中國人係全世界最唔團結嘅，但係遇到外敵入侵、民族危亡嘅時候，反為會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會更團結。呢個已經俾過去100年嘅歷史所驗證，毋庸置疑。過去為咗統一意見、共同發展，先至要偉大嘅黨承擔起快速發展中國嘅艱巨任務。喺改革開放之前，特定嘅環境下，我哋必須要用全世界最集權嘅體制，先可以辦得成呢件咁艱巨嘅任務。雖然呢種超常發展帶嚟咗好多問題，而家國家從上到下其實都睇到咗呢種體制嘅弊端，並不利於我哋團結對外，不利於經濟嘅可持續發展。所以喺未打仗之前，我哋中國人係時候學識點樣團結起嚟。飛仔哥認為，我哋中國人語言文化嘅多樣性，其實係一種十分之有利於分權制衡機制，或者講有利於民主管理機制嘅建立。呢種新嘅管理體制係可以等我哋國家同時獲得民主同集中兩方面好處嘅。好似廣東人，我哋應該問下自己，點解我哋廣東人要咁有個性啊？點解連保護自己嘅語言、保護粵語同白話都咁唔團結啊？點解要俾人揾到代表自己嘅藉口啊？我哋點解唔團結啲，話俾北方人聽，我哋能夠求同存異，唔使人幫，依靠我哋南方人、廣東廣西人相似嘅文化基因，能夠團結起嚟，去實現民主管理，表達我哋嘅意見同訴求啊！中國可以唔實行兩黨輪替，但係可以實行南方代表同北方代表組成嘅人大政協權力機關，實行同民國時期有啲相似嘅兩個南北派系嘅權力輪替。如果呢種輪換機制可以實現，再等南北方都實行真正嘅一人一票差額選舉，選出代表，慢慢實現黨政分開。黨將來主要負責管理軍隊、國家安全等機構，無論係咪黨員，都有代表民意、參與國家決策嘅權力同義務，各盡所能，從而實現南北方都可以充分代表民意，既能夠實現民主，又可以實行具有操作性嘅集中。飛仔哥認為呢個更加符合未來嘅中國國情，係政治改革嘅一種破局